那或许我先来有一个宣导短片哈。那个宣导短片有花絮的，对不起。没办法哎，我可以跳到最前面去吗？那慧学刚开始呢，准备了一个宣导短片哈。因为慧学刚开始在构思想说，我怎么样能够大家能够很轻松的来面对用药的问题。那慧学就上网去看了一下，其实我们的那个卫生署啊，他们很用心，其实他